雲岡石窟咧係位於山西省大同市，係我國嘅3大石窟之一。精選係1至20號，我哋一定要仔細去欣賞啊！今日係精華啊！石窟咧坐北向南，一字排開。我哋唔可以摸佢頭，只要摸佢手，摸佢隻腳，知唔知道啊？中國歷史上第一座由皇家主持開鑿嘅大型皇家石窟寺院，現存有嘅石窟嘅編號咧254座，主要嘅洞窟45座，附屬嘅洞窟209座。大同城曾經有過十分輝煌嘅歷史，北魏時大同係都城，即係等於而家嘅北京城，係國家政治同埋經濟文化中心，亦都係當時絲綢之路最東端嘅國際大城市。當時嘅北魏王朝拓跋鮮卑族嘅改革，接受咗漢文化，將佛教嘅文化嘅提升，而建造出雲岡石窟。造像咧具有鮮明嘅時代風格同埋地域嘅特徵，代表公元5世紀中國嘅雕刻藝術嘅最高水平，體現咗唔同嘅地域、不同嘅民族多元文化嘅交融嘅歷史。通過造像嘅折射出北魏王朝接受中原漢文化嘅影響。254個洞窟同埋59000株嘅雕像，代表咗公元5世紀至6世紀中國佛教石窟嘅藝術傑出嘅成就。石窟咧選址現處嘅大同，佢先將山坡削為立壁，喺基礎上咧挖掘洞窟，每個造像咧先畫線、雕琢、打磨、上色。大家親身嚟大同依處嚟觀看，一定會覺得更加出色，同埋更加好睇。記住要嚟啦！